又到週末，今日要講嘅係加拿大物業市場喺特朗普攻打伊朗、油價急升之下，會持續或者更加低迷啊，抑或會有正面作用呢？嗱，如果冇伊朗戰爭爆發呢，其實暫時就冇需要再分析加拿大樓市，因為我喺2025年6月27號嘅短篇已經分析啊。由於估計加拿大失業率呢應該係2025年年底到啦就見頂。咁而加拿大物業市場咧就有機會喺就業市場見底之後，大約2年先至見底。點解會有呢個滯後情況呢？嗱，原因就係新移民嘅進入係加拿大樓市需求重要部分啊嘛。而當有意移居加拿大嘅人睇到，哇，佢嘅就業市場好差，咁就好多人咧就會打消念頭，或者起碼會延遲呢個計劃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就會出現呢個樓市見底滯後於就業市場見底嘅情況啦。咁當時短片都講啊，不過始終2021年去到2023年期間有大量移民湧入啊嘛。咁所以加拿大樓價咧呢個下跌浪雖然持續時間有機會比較長啦，咁但下跌幅度咧就未必一定好大，除非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啦。嗱，如果以而家睇咧，以上嘅分析大致上都係啱嘅。加拿大失業率喺2025年9月就見頂，7.1% 啦，之後回落。咁雖然啱啱公布2月份嘅失業率咧，又再次上升翻去到6.7%，咁但係仍然比失業率最高嘅時候都低0.4%啦。咁樓價方面咧，根據 Teranet 嘅數字，加拿大樓價喺2025年6月去到而家咧就再跌咗大約4%。咁所以呢9個月嘅發展咧，大致吻合當時嘅分析啦，咁就冇再分析呢方面啦。咁但係而家有一個重要變數，就係伊朗戰爭之下油價急升。咁呢個短片就會分析油價急升對加拿大物業市場嘅影響，究竟係令到個跌幅更加深啊，定係會令樓市比較早止跌回升呢？Hi， 我係怡，我會週末分析經濟投資議題，另外有一個15至10% 嘅股票投資系列，一共5個短片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 playlist 觀看。呢個短片係會講油價會唔會持續高企，同埋對加拿大樓市有乜影響？油價升，首先我哋會諗到，因為加拿大係產油國嚟噶嘛，咁對經濟咪有幫助咯。咁而油價升又會令通脹升溫，對樓價會唔會有支持嘅作用？咁但係另一方面咧，利率咧就可能就算唔升，最少有機會比較長時間先至可以再減啦。咁又可能對樓市會唔會係負面呢？咁嗱，我哋喺分析以上3方面之前咧，不如先思考一個問題啦，就係油價會唔會持續高企咧？嗱，呢方面當然我哋唔知啦，唔肯定。咁嗱，情況就係單以經濟數字睇咧，呢場仗對兩國嘅影響係接近。嗱，伊朗方面咧，因為石油出口佔 GDP 大約15%，咁雖然佢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就所引不所及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根據一啲分析咧，因為始終個費用，例如保險費都貴咗啦，同埋佢一啲煉油設施受到破壞，咁所以伊朗嘅石油出口收入咧，估計都係會跌10至30%，咁即係大約係 GDP 嘅3%。咁美國方面咧，除咗戰爭打仗要使錢之外咧，最主要就係美國國債再融資成本上升啦。嗱，以美國唔同年期嘅國債孳息率睇啦，平均咧呢場仗就令到個孳息率升咗20點子，即係0.2% 到啦。咁簡單咁計啦，因為國債金額咧就美國 GDP 嘅1.2倍，而今年咧就有1/3嘅國債需要借新債冚舊債，咁個金額咪即係等於國民生產值嘅40%咯。咁因為發債平均年期就大約5至6年啦，咁即係話利息成本咧總共就多咗大約1%。咁即係話戰爭帶嚟嘅額外利息開支咧就係美國 GDP 嘅0.5%，半個百分點啦。咁再加埋打仗要使錢咧，如果持續1年損失大約就 GDP 嘅1至1.5% 到啦。咁雖然數字上睇咧，伊朗嘅損失係美國嘅2倍，咁但係政治成本上咧，美國就一定比伊朗高啦。因為伊朗革命衛隊咧就唔需要選票噶嘛，所以場仗仲要拖幾耐，我哋唔肯定。
咁就特朗普話，應該幾個禮拜就打完噶啦，就應該係佢真心嘅願望啦。咁第二個問題，通脹方面呢，其實即使油價持續高企啊，對通脹影響應該唔係太大。好簡單咁樣計啦，因為而家全球每日係消耗緊1億桶石油，咁一年365日，而開戰前油價大約$65一桶計呢，總石油支出一年全球就係24,000億美元，咁係全球 GDP 大約100萬億嘅2%。咁換句話講啦，即使油價升一半啊，而持續一年呢，應該都只係會令到個通脹升1%啫。咁我哋就唔能夠將呢次戰爭咧同2022年嗰次比，嗰次通脹升到10%，主要係因為其實由2021年開始咧，疫情之後需求上升，但係個供應鏈咧就斷咗，引致嘅啫。咁所以綜合以上咁講啦，估計情況就係，首先油價都唔一定會長時間持續喺高位，咁就算係持續咧，通脹亦都唔會大幅上升。咁如果係咁，對加拿大物業市場有乜影響呢？先講結論啦，如果油價持續高，對加拿大樓市應該有幫助，不過力度唔會太大啊。嗱，呢個可以從3方面講。首先，油價升，咁加拿大出口石油咪賺多啲咯。咁以石油出口佔加拿大 GDP 6% 計啦，油價升一半呢，對加拿大經濟咪有3% 幫助咯。咁嗱，頭先計咗啦，通脹都會升1%，利率又會升，咁啱啊。加拿大按揭咧主流就係5年期嘅定息，而按揭息率咧就會同5年期嘅政府債券個 yield 掛鈎。咁喺呢次油價急升之下咧，加拿大政府債券個息率都係大約升咗0.2% 到啦。咁咧就會增加供樓人士嘅負擔啦。咁但唔好忘記，通脹本身都會令企業加多啲人工噶嘛。咁究竟加息同埋加人工兩者邊個影響大啲呢？嗱，假設供樓嗰個人人工1萬蚊啦，咁佢就攞入息嘅40%供樓，咁即係4000蚊啦。如果按揭利率升0.2%，每月供款咧就應該俾多70蚊啦。咁但佢嘅收入亦都就算當淨係跟額外通脹加多1% 人工，咁佢收入都多100蚊啦。咁所以按揭利率上升帶嚟額外要供款嗰部分咧，最少應該能夠俾因為通脹加多啲人工抵消啦。咁所以頭先講第一個因素咧就最重要啦，因為其他2個互相抵消啊嘛。咁就係實質 GDP 嘅升幅就會帶動加拿大人整體收入，咁就有利樓市啦，係咪？咁而呢個影響咧唔會淨係集中喺產油嘅省份。嗱，有學者研究咧發現，其實都會幫到其他省份，因為咧首先有跨州嘅貿易噶嘛。Alberta 嘅人買多啲嘢，咁都會幫到其他省份嘅經濟啦，係咪？咁另外加拿大有聯邦政府咧，會重新分配省份收入嘅做法，咁所以呢個高油價帶嚟嘅額外收入咧，都會惠及全國嘅物業市場嘅。咁但始終對整體經濟只係造成一個低單位數字嘅幫助啦。嗱，加拿大樓市由1970年去到而家咧，情況可以分為3種。第一種咧就係樓價不單止升，而且升幅高過通脹，咁呢個咧係佔咗70%嘅時間係咁樣嘅。嗱，我哋如果用紅綠燈咁樣去講啦，呢個情況我哋可以叫佢做綠燈市。咁另一個情況咧就而家發生緊啦，就係樓價跌，咁呢個咧就紅燈市，咁咧就大約佔15% 時間啦。咁仲有第3個情況，就係名義上樓價咧就升少少，咁但係如果扣咗通脹咧，實際樓價跌，咁我哋就可以叫呢個做黃燈市啦。咁亦都係佔大約15% 時間啦。嗱，結合我喺2025年6月嘅分析咧，如果呢個高油價真係能夠持續咧，可能只係會令到加拿大樓市下跌幅度再低一啲，咁甚至乎會點呢？就由而家嘅紅燈市轉為黃燈市，
咁即係話名義上樓價咧就輕微升，咁但係實際樓價仍然係跌嘅呢個情況啦。多謝大家睇完呢個短片，如果喜歡呢個頻道嘅內容，請你而家即刻馬上訂閱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輕易用文章形式閱讀過去短片嘅內容，可以考慮加入 Patreon，只需要利用一啲標籤，舉例債券，就可以搜尋到所有呢方面過去短片嘅文字版，亦都可以用數據模型呢個標籤，輕易揾到一啲短片中數據同埋模型嘅 Excel 檔，仲可以優先睇部分未來嘅短片添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呢個短片嘅內容，歡迎你留言同埋點讚。拜拜。